在歌谣时间里为您邀请到2位，请到这2位来的可以说是相当有听觉的价值了。我们欢迎这位，首先第一位黄细田先生，欢迎你，欢迎。谢谢。一旦爱失去了你，我在世间哪有啥意义？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心爱的伴侣。如今既然你袂当搁再甲我做对，叫我怎样？叫我怎样？叫我怎样活落去？谢谢，叫我怎样活落去？哎呀，谢谢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久仰久仰，哎，那脚痒，久仰久仰啊！甩了个介绍，这位是您最近新唱片里面白阿姨。哎呀妈！这一位搭档，你讲话滑动。我不是实在忍不住你们啦！本来要很慎重的把我请上台，我就会给他叫白阿姨，我跟他讲绝对娃娃装。哎呦，可是太没这位陪得起我爱心讲，那表示说我比较年轻啊。陈小云都说她的小名叫小甜甜，我的小名叫娃娃。心跳一唱一条啊，过来，没意思，我来唱歌哈。好，来最近嘛。就是关心甲体谅，情分若无缘难勉强，对你思恋在心中，思恋在心中，不是我搁交着新对象，忍着痛苦，点点离开。实在是顾不着，为着前途，为着理想，装着勉强的笑容，笑着歌声唱出一首，请你着保重。完了，讲好唱歌了，不是唱歌。讲到唱歌哈，唱歌它尤其是它这个假音啊，特别的美。讲好用这个音。你不你看呢？我早期我学美空云雀唱歌，美空云雀唱歌啊，尤其唱什么美空云雀的什么佐渡情话，对，它就那种真音跟假音之间混合，沙多。哎呀，就是这一类型的。是的，我涨价。台语歌嘛有啊，我知啦。锁定有高音。酒醉。你是偌久无去啊？所以你这个叫做南管还是北管嘛？哦，这样，就是这样叫南管，啊，北管是。啊，南管的进前就是北管，北管的进前就是无人管。因为无人管，无人唱，无人留言，所以到这剩南管。你这就是无人管啦，我白唱的。今仔来遮遐尼有气质、遐尼高尚的节目啊，唱个足高尚的歌啦。实在是，拄在恁厝场，甲这舞甲敢若好，敢若精神病院。我呀，精神病院变菜市啊！哎呀，哪呢？请到2位真的不简单，恁2个台缘有够好。一般阮这个制作中心啊，定来收人的下批，定来嘛学到迄阿西金段，讲你咧哈，你做唱曲也好，好好听你唱歌也好，拢足有恁的这个气氛。阿西金嘛，为什么我喜欢跟他一起做节目呢？尤其阮即摆一直拢有合唱嘛啊，红花气候啦，21世纪查某人啦，但他还有个绝活，就平常我们都知道他会模仿。模仿那什么歌舞啦，什么鸡仔囝啦，鸡公的声。不仅这样，他还模仿口技。大技有够行诶。够这波啊！对啊。老大你等他唱起来就。伊拍讲一个吼，有一个大技的耳机上。哎呦，经过。去那个干妈店遐吼去买物件。
去水，汽水啊，也很好玩诶。来，你当那个欧吉桑，奇怪，你怎么逐帮那么叫我讲？不要紧啊，来了，大家要听我哈。啊，对，好对。只有我知上济伊康康啦，做好算诶。恁个屙出来，哦，真拥有出来呢。来，我是一个卖干妈店的头家娘，好，我在这里。哎，头底，头家娘啦。头家娘。你创啥啦？恁咧汽水啦。哎，对，过去我汽水一罐偌偌济啦？20块。哦，20，我拍几啊？我买起呀！哎呦，哎，我有够行啦，哎呦，过去。我很喜欢跟私底下一起玩也是一样啊。说到我们这年龄了，这个因为差不多的年纪。没有，我从小就好喜欢听黄西田的歌啊。从小就参政遐歌啦，流浪到台北。迄种我2岁时阵唱的。真的太记得。哎呀，哎，真的，我们这个很多回忆是相同，而且我们大家以前都一样。我从小就听你那首《中华民国颂》。还有白阿姨来记得。我记得以前哦，我搁去困油锅的时阵，听迄个晚安。什么叫油锅？油锅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摇篮啊。油拿啦。对啊。你看，刚才伊知影油锅一下，我们2个都不知道。知啊，油锅嘛。我这个就这老歌你拢知嘛？老歌你拢知。哎，文雅，那讲的这个我知戏团的歌曲啦，一挂我知啦。你家己的歌嘛，就这什么爱某唔惊艰苦啊，有没有？啊，爱某有这个歌有啊。安怎唱啊？袂记。透早起来8点钟，昨暗老板的有讲起，做工认真的选一个，查某囝要嫁，互伊做牵手，枪啊，拢啊，赶紧来去，认真打拼的，看会嫁我袂。当时是你的唱片吗？对啊，我管。你管的哦，你用管的哦。那阵我2岁。你唱的啦，那你管的。不然，我唱片。哎，这你较早歌曲啊？我2岁的时候唱的。我就比恁较晚期啊，后期一点。我听到的时阵已经被翻唱。谢雷先生唱，谢雷也唱这首歌，爱不我们一个姑娘才17了，嫁个老公61，2个在一起比难抵到来你的情呀，真稀奇，实在太稀奇。若不是为了钞票，谁肯嫁给你？我听到是谢雷唱的。谢雷是咧调歌比啊，下过用准的，真稀奇。就是他真的这样子吗？若不是为了钞票，谁肯嫁给你？真的。对，这样子。满丽啦。对，这条歌。我们的国。无讲，那是慢力缓慢。那是慢力，无讲。你们这样讲，我还记得。哎呦。恁今晚赶快唱这条，最近有个叫《猪头皮》，你们有知不？够第3代这条歌啊！改成一个叫什么歌，你们知道吗？有啦，棒流歌啦。哎呦，这个歌真的啦。我唔捌听你唱段，你唱那头早爬起要放流，放甲4、3叫，偏偏迄查某真笑着，伊讲要偷看我来放流啊，赶紧落起来，互你看袂着，偏偏迄查某哪会遐尼笑？哎呦，文雅这唱出来，你唱段，你甲我改安尼啊？对啊，尤其迄个爱有动的，赶紧落起来。哎呦，那一关，那朱庆伦啊，你们有没有人听过啊？你看都听过啊。人阮较早唱足有水准啊，三麻巴拉，有个好男人。有水准。哎呀，近期来讲啊，各位在歌坛上还是有你们个人的唱片不断的在发表。当然喽，我们最近唱那个《安徽情友》。哎呦，我们都几类是安徽哦，你有？嘿啊，你是目睭脱汤啊？对，那目睭你看了几类会的，家底家看。他的演奏你要选几类会？哎呀，杜仔2位啊，也希望你们介绍近期的歌来唱2条。因为咱这个节目啊，比较我拄啊讲爱靠温柔，卖伤侪人听的歌啦。嘿，唱咧大家较陶醉的款。陶醉。怀念的。我较早拢爱唱一块老歌，或者
迄个热演，我唱热演，你唱。我即马来想，我还袂想到哦。你先唱。好，我先唱，你照啥？你照同款的 tempo， 安尼好。我要给你报起。来，最近嘛。运命无怨天。你我一世无缘，咱双人也牺牲，偏偏袂当来达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哪会这？打到什么？你甲我管。打到一步。你知我慢慢来打，你讲我要打啥？打到，爱较有气氛的啦，你唱来我。打到。青青满花丛，花蕊展开全然放，真心真意对待你一人。为你痴情，为你放，上惊你对我来起人。情似海，爱如泰山，我会来对你相疼痛。我可比红花开红红，我可比青叶伴你做美梦。你是我的人，你嘛是我的人。红花青叶永远同一丛。哎呀，你就叫他飞哥、青哥嘛，秋哥您太客气了。